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利用早上呢，给各位来介绍这一章末宝。这个内容特别提到，婴儿吸乳啊，虽不是喂养。小孩子嘛，刚出生，他在吸妈妈的奶呀，慢慢长大，对不对啊？在吸奶的时候呢，虽然不是喂，他不认识这个味道到底好还是坏，或者香的还是臭的，他不会去考虑这个。但是他就是猛吸嘛，嘴巴张开，一直猛吸。吸完了以后，你看他虽然不认识这个味道，但是他的身体自然就生长，他的身体慢慢长大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他以后就能够走路了，眼睛张开可以看人啦，嘴巴也会慢慢的学会讲话啦。所以你看。这个婴儿吸乳虽不是喂，但是自生长，他自己就慢慢的成长起来。病人服药嘛，我们一个生病的人，你去给医生看，医生开个药方啊，说来，你吃个药，医生吩咐的嘛，交代的嘛。你不敢违背，为了要病好啊，当然你赶紧的吃药。你吃药不是药性，但是你这个病人呢，根本不认识这个药的性质到底如何，是强还是弱啊，还是好是怎么样，你都不清不楚的。就医生交代嘛，我就吃嘛，不是药性，但是任应得意啊。那个医生呢，就对症下药啊。对你的病症，他给你一种药方，你就按照这个药吃，吃了以后，随它的药性，它在里面就会开始运作，自然的运作，所以病就好起来了，就健康起来了，就远离这个疾病的纠缠呢。好，这个你看，这个都是我们很清楚的，我们一般社会的人都明白，各位对不对？大家很清楚，但是知或不知，你不管你是知道，或者是你不知道，比如说吸乳会长大，你不要，你的身体就会健康。不管你是知道或者你不知道，但是念佛往生亦复如是，你念佛肯定就往生。是阿弥陀佛绝对按照他对众生的承诺，你只要念个佛号，我一定救度你，不管你是什么对象，不管你在什么地点呢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哦，只要你相信念一句佛号，我就救度你。这是佛对我们众生最大的承诺，佛的慈悲在这个地方啊，彻底的显现出来。所以你只要念佛可以往生，你不知道说啊，这个佛怎么样伟大，佛是怎么慈悲，佛有什么广大的神通，你都不知道，知或者不知。但是你一旦念佛，你就有资格往生。亦复如是，也是像婴儿，因为吸乳他就长大了，病人服药他就会慢慢的痊愈了，一样的道理呀。各位听明白没有？好，所以这一章呢，我们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报告，这个名号对我们众生啊太重要了。太关键了！这句佛号是地狱的猛将啊，在地狱当中暗无天地啊！哎呀，非常的恐怖，心里非常的慌乱。你一句佛号一起来，整个地狱就消失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名号有多珍贵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建立信心，认真的念佛。好，今天把这一章介绍给大家。阿弥陀佛。